后来乡亲啊，真出名的卤肉饭的连锁店福州店的宣布起价，打来一碗细碗的卤肉饭超过70块。另外得到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阿城鹅肉嘛宣布起价，打来半只鹅肉要900块。卤汁南饭真香，煎甲酥酥的鸡腿看起来嘛真好食款。福州店的料理好口味，有真侪乡亲介意，不过想要食这味，爱加开钱啊。因为原物料还有人力，好，还有就是环保相关的成本都是持续的上涨，所以我们不得不调整我们的这个价格。那因为我们有顾虑到消费者的感受，39元的卤肉饭，从2017年到现在，已经接近10年，我们都没有做价格上面的调整。这摆总共起48品项，占总项目差不多是36%，包括细碗卤肉饭68块起到71块，鸡肉卤肉饭便当85块起到89块，鸡腿便当嘛要140块才食会到，平均起3.8%。不过市面上因为成本压力挡袂住的，也有占。得到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阿城鹅肉伫社群嘛宣布讲，因为鹅肉原物料、人力成本等等拢起价，为了维持餐点的品质、分量甲服务，不得不调整价销。半只鹅肉900块，8两到10两的鹅肉起20-30块，青菜嘛起走5块至10块。逐工咧车咧买的时阵都有感觉啊，便当哦，你若去迄个管理的所在是一个50块吼。不要调得太高了，太高吼就不接受了。大环境因素，业者成本的压力是愈来愈大，所以讲反映伫价销嘛影响到乡亲消费的意愿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